鄉親平安，歡迎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丹妮。今仔日節目，咱先趕緊來關心中國7月7日正式實施《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陸委會講，這個法律用真濟含糊的法律概念，親像支持依次現狀可能會有罪，而且互中國愈管愈寬。咱總統賴清德強調講，是絕對袂接受，要互中國甲統戰滲透的手伸入來咱台灣。也那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佇咧中共105週年黨慶大會有講到台灣，強調堅心打擊台獨。香港主權移交中國29週年，香港特首李家超帶領官員參加升旗儀式。6月公布香港移交29週年正式演習報告，指出講香港政府複製中國維穩模式，擴張國安法制，引起國際關心香港進一步中國化的情形。用所謂的國安條例，它已經不斷的在擴大這個國安部門的權力。那有一些香港朋友甚至說，香港現在是雖然沒有戒嚴，但實際上是在戒嚴的狀態。就台灣香港往來，陸委會嘛強調講，要完備風險管控機制。中國制定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佇7月初日實施，各界攏真關心。其中第63條規定，任何境外組織也是個人，只要中國認定實施破壞民族團結，也是民族分裂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責任，無國籍甲地域的限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嘛，佇中國105週年黨慶大會講到台灣，伊重申堅決打擊台獨，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我們黨矢志不渝的歷史任務。堅決打擊台獨分裂勢力，反對外部勢力干涉。陸委會警示講，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擴大中國對境外長手管轄甲跨境鎮壓。賴總統強調講，絕對袂接受，嘛袂顧在中國甲紅色恐怖甲統戰的滲透，踮台灣社會活動。學者講，國安法令包山包海，顯示習近平執政無信心。中共是否會透過這種比較粗暴的動作，來去對待台灣的官員或是台灣的民眾到海外的時候進行相關的政治上的壓迫？相關政府部門必須要提醒國人在出國的時候要有所準備。吳錫婷嘛進一步表示講，要咱透過台灣跟民主國家的制度互相連結，也是和民主國家做伙來防範中國威權主義的擴張，是真重要的方向。同時陣嘛是未來一定愛關心的議題。記者綜合報道。有關外交的消息。巴拉圭是咱台灣佇咧南美洲唯一一個邦交國，不過中國卻是一直小想要烏咱的條卡。巴拉圭講無排斥甲中國做生意，不過前提是袂甲台灣斷交。因為咱的外交部長林佳龍是強調講，巴拉圭的總統貝尼亞最近才訪問台灣，雙方的關係真穩定，而且對世界經濟貿易嘛保持開放的態度。世界杯足球賽正如火如荼進行，相信很多球迷已經開始攻勢足。手提巴拉圭總統貝尼亞親送的球衫，2026世界杯卡球賽，總統賴清德特別幫友邦加油。巴拉圭是台灣佇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國，中國自早就直直要甲扭起去。當地時間6月30日，首都阿桑辛舉行的南方共同市場峰會期間，巴拉圭外交部長拉米雷斯表態講，只要莫干涉台灣的外交關係，袂拒絕中國做生意。巴拉圭嘛是南方共同市場內底唯一無甲中國建交的國家。拉米雷斯講，在無設政治條件情形之下，袂限制和中國展開經貿合作。其實中國自早就公開也是非公開要求台灣的友邦切斷和台灣的關係。Su pleno rechazo a la coacción económica china que forzó la cancelación de vuelos y afectó la prevista visita oficial del presidente Lai a un país aliado. Mi país reafirma el derecho soberano de Taiwán a relacionarse libremente con otros países, sin interferencias indebidas que pretenden aislarlo internacionalmente. 巴拉圭總統貝尼亞在5月訪台期間，不公開譴責中國在台海的軍演，甲在國際間的經濟施壓。台北在2005年雙邊貿易總額大概4億美金。根據中國外交部的資料，當年中國和緬的貿易總額是美金31億控元，其中中國出口巴拉圭是美金31.52億。巴西總統嘛暗示，南方市場strategy嘛要和中國展開自由貿易的談判。中國台灣也有跟他們有經貿的關係。我們對於世界經濟貿易的發展，本來就是持開放的態度。
我們的友邦一樣也會都跟包括中國還有世界各國會有一些經貿往來。外交部長林佳龍重申，台北的邦誼非常的穩固，尤其本年5月來台灣做國事訪問，台北能夠簽署真濟協議甲備忘錄。外交部強調講，69年的邦誼是愈來愈堅定，未來邁共同對抗威權勢力的擴張，保衛民主的價值。記者綜合報道。鏡頭咱來看日本，日本的皇室即馬人是愈來愈少，尤其因堅持干那查甫的才會使繼承，所以算的即馬有繼承資格干那剩2個人爾。為着要解決這個困境，日本決定要修訂皇室典範，要並這一屆國會完成立法。這個修正案內底修改繼承的規定，開放皇室分居的男性15歲以上無對象、無家庭逝世，就會使爭做皇室成員的養子。不過，這個養子並無繼承的資格，是醫生後生才會當有繼承天皇的資格。這點目前還佫有爭議。另外，真受注目的是二戰了後，女性的皇族若是結婚，就會變作是一般百姓的身份。不過，這修正案若是通過，就算是結婚，因也是會當繼續保留皇室的身份。也就是講，未來天皇的5查某囝愛哭公主，伊若是結婚了後，因為有皇室的身份，皇室相關公務行程都被自然的凍點。不過有學者認為講，皇室目前要是堅持干那查甫的才會使繼承，這嘛代表一定都愛生查甫的，這甲現代社會性別平權甲思想實在是差真遠。我來看，在泰國有44個自由派政治人物引起防起訴，包括幾個現任的國會議員。上大的原因是因為因推動修正刑法的冒犯君主罪，引起指控違反道德倫理。今仔日法院已經開審，罪名若是成立，因有可能一世人攏袂使閣參政。泰國最高法院對初一開始審理44個自由派政治人物冒犯君主罪相關案件，這個人互指控在2001年想要推動改革，修正冒犯君主罪，違反道德倫理。互起訴政治人物內底包含罪名現任國會議員，像是今年領導人民黨參加選戰的納塔蓬就是被告之一。若是這個罪名成立，可能判處終身禁止參政，也個10年內底袂使行使投票權。ก็ส่งไปแล้วฮะส่งไปเป็นการยื่นคำชี้แจงในการคัดค้านตั้งแต่ของตัวเองก็เป็นเรื่อง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นะครับที่ได้พยานหลักฐานมาไม่ชอบแล้วก็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อันไม่ชอบด้วยกฎหมายแล้วก็สิ่งที่ขัดกับรัฐธรรมนูญ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ข้อเท็จจริงที่ตีความผ่านองค์คณะที่เอาข้อเท็จจริงมาบิดเบือนนะครับก็เป็นเรื่องพยานหลักฐานที่ต่อสู้ไป進行調查的國家反貪委員會佇初一提交17名證人的名單，做證庭書有計對8月開始。ของปปชเนี่ยนะครับ10พยานใน17ลำดับนะครับพยานบุคคลแล้วก็แต่เป็นพยานในส่วนที่เจ้าของสำนวน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รายละเอียดเกี่ยวกับเรื่องที่เกี่ยวกับเรื่องมีการยื่นนะครับยื่นเสนอกฎหมายนะครับก็เกี่ยวข้องกับเรื่องในลักษณะของการเสนอกฎหมายในสภานี่แหละครับ。泰國雖然有民主的選舉，也毋過想要推動改革的自由派，往往面臨困難的挑戰。人權觀測組一統計，對2014年泰國政變開始，已經有將近2000人因為發表言論，也是發起集會遊行、互起訴，甚至監禁起來。因為泰國刑法第112條的冒犯君主罪是真嚴格，任何侮辱也是誹謗重要王室成員的人，攏可能被判刑。自由派批評者認為，這條法律互當作打壓甲家己政治意見無同的人的工具，捌做擺提議修改。不過法院佇2004年裁定，推動修法就是想要推翻君主立憲制。當時的自由派主要政黨前進黨因此遭到解散，東區皮塔也判處10年禁止參政。廣視新聞由派準備譯。來關心這個意外的消息，在巴勒斯坦的東部有一間私人的補習班，昨昏這間補習班的厝頂說是熊熊放起，有14個學生囡仔怎現去互地死，而且也閣有5個人受傷。在這罹難的學生內底，上細漢的才敢若4歲爾，而且大部分攏也無9歲。巴基斯坦東部城市一間私人的補習班，3日發生厝頂崩塌的意外。迄時，工仔人把足儕重的物件放佇咧厝頂，當咧修理這棟厝的厝下。毋過教室內底還閣有囡仔在上課，厝頂熊熊塌落去，跌佇囡仔身上，造成14個學生死亡，5個人受傷，包括一個30歲查某老師，也若有救到學生囡仔。
年齡是佇咧7歲到11歲之間。救援人員和民眾趕到位，用鉛筆啊、和雙手、烏塗和瓦皮啊，希望會當找到更較濟活的人，也是受傷的囡仔。看到家己的囡仔發生意外，家長佇咧亡者的遺體邊啊，目屎是忍袂煞。सब कुछ पता था लेकिन क्या करें मजबूरी थी हमने कहा चलो करीब है घर के करीब ही है क्या इतनी दूर जाना है हमने ताकर इधर करीब आंखों के सामने रहेगी कोई भी मसला होगी मम्मा घर पे इनकी वो खुद ले भी आएगी छोड़ भी आएगी 在地教育部長就表示，這間補習班是私人主體，專門給散車囡仔上課。毋過無註冊，警方佇咧社群平台承諾會展開調查，而且表示厝主甲建築嘅包頭兩個關鍵嘅負責人已經被拘留。醫療人員就講，這個崩塌事故過身嘅學生囡仔年齡佇咧4歲到18歲之間，其中大多數無到9歲。巴基斯坦總統扎達里嘛表達哀悼，總理嘛發聲明，希望受傷嘅人會當早日恢復，而且指示相關嘅部門提供醫療援助。法新社就報道，厝頂和建築物倒塌的意外，佇咧巴基斯坦是足接看的。去年7月，南部的散車地區嘛捌發生5層樓高的建築倒塌去，造成27個人死亡，10個人受傷。公司新聞沈樂培編譯。南非要求甲非法移民趕走抗議的行動，一直到6月30日，還是無停歇。反對移民的團體講，未來這半年，逐禮拜四因攏會去努力抗議。就算大部分示威的活動攏真和平，不過也是有發生一寡暴力的事件，甚至有的示威者去人的店裡甲人搶劫。然後這一屆的抗爭，警方是已經逮捕195個人。南非經濟中心約翰尼斯堡地區的索維托99萬的示威者30繼續行上街路，要求政府在期限屆滿之前趕走非法移民。We are going to apply pressure on the government and on the illegal immigrants to ensure that this crisis gets resolved because we don't want things to get out of order. Those that are in the country legally are free to be here, but those ones that are not here legally have to go back to their countries and come back and be legally in South Africa. 包括約翰尼斯堡德班等幾個外來移民自這個大城市幾個月來，也傳出大規模的街路抗議。約翰尼斯堡附近的傑米斯頓有示威者主動進入移民聚集的社區，強行獵捕親像非法移民的居住者，佮送去警局要求將因趕出境。From today onwards, people will know what are we capable of, and then le nto lesifuna umthetho. Kodwa currently since nabo bengafuni ucooperate angazi ukuthi nathi sikumele senze kanjani。另外，在東華的港口大城德班傳出有示威者趁亂搶劫，外面上會當看到真多店頭的玻璃窗互攻破，店內商品架也是如蒼蒼。除了警方維持秩序，南非軍方也派出支援維安。外電報道指出，德班甲所屬的跨祖魯納塔爾省有10個人因為涉及搶劫小物件轟掠，這波反移民抗爭以來，南非全國轟掠人數已經有195人。英國廣播公司 BBC 引用的統計指出，南非的合法外來移民大約300萬人。無證件移民並不是順合法管道入境，所以無確實的數據。南非警方講，自今年以來已經逮捕5萬的非法移民。在這波反移民抗議起來了後，已經有25000人左右主動登記家己的國家。公司新聞戚家珍編譯。今擺天氣是熱甲，美國德州的達拉斯是這一屆比賽的場地之一。因為當地都市的設計大量使用紅毛塗甲點仔架，所以地區來排隊的觀眾都還未入場咧，就規分數掛到3D。然後佇咧日本，今嘛是推出各種降溫的物件，都連動物伴嘛有，咱做伙來看。球迷佇咧人行道排甲熱長，手攏舉雨傘，也是水柑仔。美國德州達拉斯是今年世界盃主辦的城市之一。不一個球迷佇咧入場進前，攏愛佇咧日頭下骹曬日頭，佇咧人行道排隊。雖望氣象單位公布的溫度是攝氏32度，啊毋過摕機器出來看，人行道已經50度。53. Oh wow, it's a lot. I feel it's hot. 達拉斯佇咧內陸緯度較低，原地熱天就較濕熱。啊，毋過專家就指出，達拉斯都市的設計當中，用真濟吸熱的藍孔加淡仔架，加上設施大多數攏是為着轎車設計，較少考慮到過路人的需求。這個因素嘛，互熱天的溫度升懸，互民眾寒若咧落雨咧。
天氣愈來愈熱，那人類愛閃降溫，寵物嘛需要降溫。在日本，就有真濟公司推出針對寵物降溫的物件，其中就有會噴水霧的電風，會當降溫的暗褲，還有狗仔專用的坐墊降溫的衫。物価高の中でお洋服だけがどうしても成長しきれないというところも少し出てくるのかな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れでもやはりこういった暑さ対策ですとか課題を解決するといったようなところにはまだまだ医療ができる可能性というところはすごくあるとは思います。也若主人無佇厝的時陣，用電桿監測寵物，嘛是一種避免貓仔還是狗仔掉水的方式。像講這款電桿，就會當佇咧室內溫度上懸的時陣發消息警告主人。另外，佫會當踩佇咧碗的邊啊，看寵物啉水有幾擺，來了解寵物補充水分的狀況。大切なペットを家族として考えている方が多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ので、サービスですとか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も含めてペットに寄り添う強化していきたい。有研究就預估，2027年日本寵物相關的商業機會上懸有可能有3900億個台票，只要會當讓寵物過了爽快舒適，主人開錢嘛真阿莎利。公視新聞由派準編譯。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丹妮，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會。